讲到最近这恐吓配案件接发生，总统府提早收到这炸弹恐吓配，电子信箱阁冒用一个农业卖种业的名人。这个刑事局分析了后，认为这和世界报名早生抢法是要讲，无排除是同一人做的。标题写着：我伫总统府装炸弹，假配人姓名是蔡英文。总统府民意信箱2日收到假冒总统姓名的炸弹恐吓批，email 信箱更加是冒用农业粉砖、林白好油版主林如虹，也相关寄到高雄地检署正机关。刑事局分析犯罪手法，发现甲署名唐子贵阳是个恐吓具提甲机场的中国籍嫌犯张海川是相款的，无排除是同一人所做。那这个部分，那我们会持续的。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合作机制来，请大陆来协助。那嫌犯利用境外的这个 IP 的部分，那本局的国际科，那已经寻求国际司法互助。全恐吓坑炸弹的所在，拢无发现实际危害事件，也毋过恐吓配件还是继续发送。总统府日透早甲早起，搁再收到冒名发言人甲副总统赖清德的恐吓配件，初步调查来源拢是来自境外，而配件内容有部分是简体字甲中国用语。总统府讲，对今年1月到即阵为止，民意信箱收到近100件来自相关样态境外恐吓配，拢影响警方报案。那总统府已经汇整相关的数位基证，来提供给警方尽速查明，做事实的真相调查。或冒用他人的资讯，或者盗用这一个账号，都是不法的行为我们也会请检调呢来尽速查明，来确保民众都能够安心。林北好油版主林如虹拿技术信箱互冒用，最近因为进口两支队更加收到未少恐吓批，其中一张指名伤害伊出来对人的邮件，署名是高炳林，和同名的高雄市观光局长出面澄清是做着冒用。那因为非本人所为，所以我也在深夜完成报警的动作。那也期待检警能够尽速来侦办这个案件。另外，林如虹也抛出伊被冒用信箱寄配到屏东地检署，表示伫周边放炸弹。屏东警方立即表示会调看 IP 的记录甲其他的资料进行分析，赶紧追查犯案嫌犯到案。屏东分局会加强地检署周围巡逻守望。记者综合报道。